試想像一下，一位28歲、經常出入法國巴黎時裝週，更加係同郭富城太太方媛飲下午茶嘅頂級時尚名媛。呢一位天之驕女，佢人生嘅最後身影，竟然留咗喺一間冇床冇家私、牆身同埋個窗都係用帆布去遮到死死嘅鄉郊村屋裏面。而更加恐怖嘅就係，當警察破門而入嘅時間，喺廚房嗰一煲大湯裏面煲緊嘅，除咗我哋日常所見嘅青紅蘿蔔之外，仲要發現一個被煮到骨肉分離，佢嘅右耳後方被阿密扎出一個大窿嘅頭顱。而呢一位聘一仙娘更加毫無保留咁樣用金錢去供養住前夫全家嘅現代天使，點解最尾換嚟嘅係一場精心策劃，連佢嘅指紋同埋 DNA 都想透過烹煮去徹底消滅嘅滅絕人性嘅碎屍案呢？而呢一個惡魔嘅計劃幕後嘅主腦，竟然係曾經一個着住制服宣誓要保護市民嘅前香港執法警長。究竟係乜嘢程度嘅貪婪先可以令到一家人變成地獄嚟嘅惡魔？更加係狼心狗肺咁樣活活殘害咗一個為佢哋提供金錢上支援嘅女人。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喋血追兇呢一個頻道。喺呢一度，我會用最真實嘅聲音帶大家走入世界各地最真實、最撲朔迷離嘅罪案現場，一齊去剖析下人性最黑暗或者係最光輝嘅一面。如果你都中意聽呢一類型嘅罪案，咁就要即刻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跟埋隔離嘅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新片。而今次嘅案件，我哋要追溯翻2023年2月嘅香港。當時成個香港社會先啱啱從疫情嘅寒冬裡面慢慢復甦，而街上一切都好似正重回翻正常嘅時間。又有邊個估到喺呢一個繁華嘅背後，一場震驚全港駭人聽聞嘅陰謀，正喺新界偏遠嘅角落喺度發生緊。而案發嘅地點就位於大埔大美督嘅龍尾村。呢一度平時都係香港人假日都會去踩單車、燒烤、親近大自然嘅旅遊勝地。周圍嘅環境相對清幽，但喺村裏面一個空置咗幾個月嘅地下屋邨單位，喺2月中突然間搬咗入一個新嘅租客，仲要經常停泊住一個掛住粵港兩地車牌嘅中港7人車。村民初頭以為只係普通人搬屋企，但係其實呢一度根本就唔係攞嚟住人，而係一間專門喺人間嘅屠宰場。而案件當中嘅受害者，佢叫做蔡天鳳，佢遇害嘅當時只有僅28歲。蔡天鳳嘅身形嬌小，只有1.55米高，但佢外表甜美，性格係溫柔並且係極度善良。同時間，佢喺屋企裡面嘅長女，佢嘅母親喺內地經商，身家係數以億咁樣計嘅5姐。而天鳳自己亦都非常有商業頭腦，年紀輕輕就成為咗4間公司嘅董事。而喺時裝界，佢更加係一顆閃耀嘅新星。佢經常都會出席巴黎嘅時裝週，曾經同過路易威登、華倫天奴等等嘅創意總監合照。而喺案件發生嘅前8日，佢甚至仲登上咗巴黎時裝公報嘅摩洛哥版嘅封面，就係一個生活喺鎂光燈底下，經常出入九龍塘加多利山豪宅嘅名媛。喺一般大眾市民嘅眼中，佢就好似有如神話般嘅人物，但係佢私底下係極度重情重義，而偏偏呢一份毫無戒備嘅善良，就將佢推入咗一個萬劫不復嘅深淵裡面。而同天鳳成為咗強烈對比嘅，就係牽涉本案嘅前夫一家鄺氏家族。呢一個家族表面上係住喺天鳳所提供嘅豪宅裡面，出入風光，但係實際上佢哋裡面早已係腐爛不堪，成家人都係充滿財務同埋刑事嘅問題。首先就係佢前夫
鄺港智，當年28歲，長期都冇固定嘅職業，基本上就係一名軟飯王。佢基本上都係完全依賴天鳳嘅財政照顧。佢由2013年開始就涉嫌偷金色，利用唔同嘅同志交友 App 去詐騙500萬嘅港元。而去到2016年，更加係棄保潛逃，成為咗警方嘅通緝犯，身上係背負住大筆嘅債務。而另外就係佢前大伯鄺港傑，當年31歲，同樣都係債台高築，曾經俾銀行入稟追債，而天鳳出於好心，竟然請咗佢去擔任自己嘅私人司機。而另外一人就係佢前家姑李瑞香，當年63歲，喺2016年嘅時間就向高等法院申請咗破產。而佢嘅前家翁鄺球，當年65歲，呢一個人正正就係成場惡魔行動裡面嘅靈魂人物，因為佢曾經係香港警隊嘅偵緝警長，曾經駐守喺旺角，而本來應該代表正義嘅佢，喺2005年嘅一宗調查案件裏面，佢竟然利用職權強姦咗受害嘅女子，而最終自行請辭，逃避咗刑事嘅檢控。而一個有前警長反偵查能力嘅阿爸，再加埋一個通緝犯嘅仔仔，同埋成家人都係一班極度貪婪嘅寄生蟲。當佢哋發現佢哋嘅宿主準備離開佢哋，轉移利益嘅時間，內心嘅瘋狂就徹底咁樣爆發。而成個故事，我哋要由2012年講起。當年只有18歲、涉世未深嘅天鳳嫁咗俾鄺港智，喺婚後兩人生咗一仔一女。但係3年之後，因為性格不合，所以決定離婚。而當時一對嘅子女就交咗俾鄺家去撫養。而去到2016年，天鳳同譚仔雲南米線嘅創辦人佢個仔譚方俊舉行咗盛大嘅婚禮。喺結婚之後，兩人就移居去到加多利山，再生多咗一仔一女。雖然同譚方俊嘅感情係極好啊，但係兩人其實冇正式註冊結婚。而呢一個法律上嘅漏洞，竟然成為咗鄺家嘅殺機之一。而事實上，天鳳喺離婚之後，對於所謂嘅前夫一家，可謂係仁至義盡，因為佢每個月都會俾成10幾萬嘅生活費去供養鄺家。佢仲要買咗一個當時市值超過6000萬嘅加多利山豪宅嘅物業俾佢哋住。而為咗慳返高額嘅印花稅，天鳳當時就用咗香港人俗稱嘅借人頭手法，將層樓嘅物業登記喺具有首次置業身份嘅前家翁鄺球名下。但係去到2022年嘅年尾，天鳳打算出售喺加多利山嘅呢一套物業去套現。雖然佢承諾過會安排鄺家搬去另外一個價值1000萬嘅屯門物業裡面，但係已經住習慣咗喺九龍傳統豪宅區嘅鄺球聽到之後，梗係大發雷霆。佢極力反對，但係天鳳當時就諮詢咗律師，得知只要證明自己就係出資者，就有權收返物業。而鄺球得知天鳳準備去採取法律行動之際，佢就開始算計。如果天鳳死咗，而佢同現任嘅丈夫係冇註冊嘅話，咁喺呢一個冇遺囑嘅情況底下，天鳳佢所擁有嘅億萬遺產，而實際承繼人就會落喺佢同前夫所生嘅一對未成年子女身上。咁到時作為監護人嘅鄺家就可以名正言順咁樣操控呢一筆嘅天文數字，就連加多利山嗰層樓都可以唔使交翻出嚟。於是者一個自私惡毒奪產嘅殺人計劃就喺前警長鄺球腦海裡面慢慢形成。而去到2023年嘅2月21號嘅下晝，當日嘅天氣有少少涼，而天鳳就好似平日一樣，準備由加多利山嘅屋宇裡面出發，去科學園接同前夫所生嘅阿女去放學。但係當日負責揸車接佢嘅，正正就係佢視為屋企人極度信任嘅前大伯私人司機鄺港傑。天鳳滿心歡喜咁樣上咗車，而點知呢一架車
竟然係開往地獄嘅靈車。當私家車揸到去獅子山口隧道入口嘅附近，而一早埋伏喺附近嘅前夫鄺廣志突然間拉開車門上咗車。而根據控方後來嘅案件還原，當時鄺氏兄弟隨即就喺車裡面同天鳳發生咗激烈嘅爭執同埋肢體嘅纏繞，但係身形細小嘅天鳳根本就毫無還手之力，好快就受傷流血，更加喺後座陷入咗昏迷。而閉路電視亦都證實拍到鄺廣傑所駕駛嘅車輛同埋鄺球所揸嘅中港牌7人車一前一後咁樣揸入咗大埔龍尾村嘅案發單位。而去到當晚嘅凌晨時分，隔離鄰舍隱約聽到涉案嘅單位裡面傳出咗女人同男人嘅嘈吵聲，仲有陣陣嘅異常撞擊聲，就好似有啲嘢撞落去窗邊或者係跌咗落地下咁樣。而有人更加係大聲嗌：你嚟啦！差唔多持續咗1個鐘，因為屋村嘅隔音通常都比較差，再加上附近有人開緊派對，所以冇人會諗到喺當時一場慘絕人寰嘅碎屍案正喺裡面發生緊。而前警長鄺球就利用佢專業嘅知識去指引佢2個仔去喐手，將佢哋屋內瞬間變成屠房。佢哋3人企圖用電鋸、削肉機將遺體去肢解，再擺入去大湯裡面煲，再加入青紅蘿蔔一齊烹煮。佢哋以為只要將骨肉煮到分離，就可以徹底咁樣破壞 DNA， 令到警察查唔出死者嘅身份。而喺2月21號嘅當晚，天鳳冇去到學校，而現任嘅丈夫同埋屋企人發現佢失蹤之後，就即刻報警，而案件隨即就交由西九龍總區嘅重案組接手。喺起初，警方傳訊咗鄺廣傑、鄺球、李潤香3人，面對住老練嘅重案組探員，呢一班寄生蟲顯然係顯得異常冷靜。而鄺廣傑甚至喺俾假口供嘅時間，向警方聲稱蔡天鳳喺汽車行駛嘅中途，突然間要求要自己落車，試圖將警方嘅調查方向誤導去自願離家出走，或者係俾其他仇家綁架。但係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雖然鄺球係熟悉警方嘅偵查手法啊，但係佢低估咗現代嘅科技。重案組探員反覆核查沿路嘅閉路電視畫面，發現咗鄺廣傑所謂嘅落車地點根本就冇天鳳嘅身影。相反嘅就係、警方發現咗鄺氏父子2架車喺失蹤嘅當日，竟然神秘咁樣出現喺佢哋平時都唔會去嘅大埔龍尾村裏面，所以佢哋嘅謊言喺24小時之內就徹底被識破。而時間去到2月嘅24號下晝，重案組人員手持住搜查令破屋進入龍尾村嘅單位，點知一入到去，眼前嘅景象簡直係令見慣大風大浪嘅探員都倒吸一口涼氣。屋裡面嘅家具好簡陋，冇床，而牆上係掛滿帆布去防止血跡濺出。而打開冰箱，警察毅然就發現2條被斬斷嘅女性雙腿，而喺廚房嘅爐頭上面仲要放住2煲係充滿異味嘅湯。好快，警方亦隨即喺全港展開咗大搜捕。去到2月嘅25號下晝，前夫鄺廣志準備喺東涌嘅發展碼頭，正當佢諗住搭快艇去潛逃澳門之際，就即刻被預先埋伏喺嗰度嘅警察當場捕獲。而當時佢身上係帶住50幾萬嘅現金，同埋幾隻總值超過400萬嘅名錶。而呢一宗案件嘅動機，表面上其實係為咗嗰一層6000幾萬嘅加多利山豪宅同埋天鳳嘅記憶遺產，但係本質上佢哋鄺氏一家根本就係徹頭徹尾嘅吸血鬼寄生蟲。鄺家佢哋上下其實長年都不務正業，一早已經習慣咗由佢哋前新抱蔡天鳳嘅供養。喺佢哋眼中，天鳳嘅善良源源不絕嘅金錢之戶唔係一種恩賜，
而係一種理所當然嘅宿主義務。所以當佢哋嘅宿主打算出售物業，收回屬於自己嘅業權之際，呢一班寄生蟲唔單止係唔感恩過往嘅照顧，反而係覺得自己被奪走咗佢應有嘅利益。所以礦球憑住佢嘅警隊背景，策劃咗呢一場以為可以瞞天過海嘅完美犯罪。只要天鳳一消失，咁屬於天鳳嘅產權就會原封不動咁樣俾佢哋礦氏一家去接收。而呢一種為咗金錢而將良知完全抹殺嘅行為，展現出人性最底層、最赤裸嘅貪念同埋殘忍。而喺案件被揭發之後，就即刻震動全港，甚至連外國嘅時尚媒體都廣泛報導。而警方為咗揾翻其餘嘅殘肢，佢就出動咗過百名嘅警員，身穿住保護服，走到去打鼓嶺嘅堆填區裏面，翻找幾千噸嘅垃圾。但係可惜嘅就係，始終都係一無所獲。天鳳嘅雙手同埋軀幹，去到而家仍然都未揾得翻。而最終法醫喺大煲湯裏面所揾翻出嚟嘅頭顱，對比起牙科記錄同埋 DNA， 先至喺法律上面100%確認係天鳳嘅身份。而去到2023年嘅6月，天鳳嘅現任丈夫譚方俊同埋佢嘅屋企人喺大圍嘅福寶紀念館裏面為佢舉行咗一場斥資300萬嘅佛教喪禮。為咗俾天鳳最後嘅尊嚴，屋企人特登係豪花咗200萬，利用現代嘅 3D 列印技術，一點一滴咁樣修復咗佢呢一個唔完整嘅遺體。但係相反嘅係，呢一班惡魔佢哋嘅命運又點樣呢？司法程序經歷咗漫長嘅提堂同埋審訊，前夫鄺廣智、前大伯鄺廣傑同埋前家翁鄺球3人都被控謀殺罪同埋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罪。而經過多次嘅提堂同埋漫長嘅交付程序，全案最終交由高等法院去審理。而3人目前正被無限期還押，佢哋要等待嘅係要接受法律最嚴厲嘅裁判。而前夫鄺廣智更喺2024年因為以前犯落嘅多宗盜竊同埋棄保潛逃罪，被額外判囚42個月。而前家姑李瑞香就被控妨礙司法公正罪。雖然佢曾經獲准保釋，但係法庭最終喺2025年嘅9月30號裁定佢罪名成立，並喺同年嘅10月28號正式判處入獄18個月。而其他嘅協助人就好似礦球嘅按摩員情婦吳志榮、前夫嘅朋友林信同埋潘巧儀，佢哋都因為涉嫌收取利益、提供住所或者係協助潛逃而被控妨礙司法公正。而當中前夫嘅朋友林信同埋潘巧儀喺2025年嘅2月否認控罪而開審，最終喺2025年嘅6月被裁定妨礙司法公正成立，兩人都要被判即時監禁6個月。而見到呢一班協助者嘅判決，可以話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每一個幫過呢一班魔鬼嘅人，佢哋都要付出代價。而喺蔡天鳳案背後，其實都反映咗好多值得我哋社會深思嘅現象。第一就係香港所俗稱嘅借人頭買樓嘅法律同埋道德風險。好多人都為咗規避高昂嘅印花稅，會利用親人或者係信得過嘅人嘅名義去買樓，就好似本案一樣。當金錢嘅利益帶到去某個程度，呢一種缺乏喺真正正式書面信託合約嘅實質關係，往往都會變成家庭決裂嘅導火線，甚至可能會引嚟殺身之禍。而第二就係呢一種寄生蟲式嘅家庭同埋心理嘅操控。一個健康嘅家庭，如果佢長期都係接受緊其他人長期恩惠嘅時候，本應心懷感激嘅佢哋，喺長期財政嘅依賴會慢慢扭曲佢哋嘅價值觀，將人哋嘅付出視為係欠咗佢哋嘅。而蔡天鳳嘅極度善良，無意中反而係餵飽咗呢一班貪婪嘅惡魔，而最終更加係演變成斗米養恩、單米養仇嘅悲劇。而睇完呢個故事，
真係令我哋唏噓。蔡天鳳用盡佢一生嘅溫柔同埋財富去照顧佢嘅前夫，認真咁樣對待每一個人。而佢嘅家姑更加喺法庭之外喊住咁話：今世你嘅善良俾錯咗人，傻妹，你俾呢一班狼心狗肺食咗你個心。而呢一宗嘅悲劇其實都係話緊俾我哋聽，善良從來都冇錯，但係如果善良冇咗鋒芒，冇咗底線，往往就會成為不法之徒眼中最肥美嘅獵物。天鳳走完咗佢短暫又耀眼嘅28年人生，佢留俾世界嘅除咗係深刻嘅遺憾，仲有對人性貪婪最血淋淋嘅警示。好啦，今日嘅故事講到嚟呢一度，唔知大家對於呢一宗震驚全港嘅蔡天鳳碎屍案又有啲咩睇法呢？你哋又覺得對於鄺氏三父子呢一班冇人性嘅惡魔，點樣嘅判決先至係對死者公平嘅交代？歡迎大家喺樓下留言區分享你嘅觀點，我哋一齊討論下。如果你鍾意我哋今日所分享嘅內容，或者今日嘅內容俾到你啟發同埋心思嘅話，就記得幫我哋點個讚，同埋分享俾你身邊都鍾意聽奇案嘅朋友。如果未訂閱嘅朋友，就即刻要撳埋訂閱同埋隔離嘅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影片。我哋喋血追兇，下期再見，拜拜。